这些年来，大家都觉得我在忍耐阿许，甚至纵容他。但对于他，我是心疼的。一个人的壳子越硬，心就越软。以前子簪猝然离世，他一下子变成失去最多的人。作为人君，心里的痛苦总是有口难言。幸好，现在陛下有提篮了，他们彼此真心对待，相爱。提篮也能分解不少他的苦楚，不然啊，我总觉得就这么把你拐跑了，对不起陛下。他何其幸运，有了提篮在身边。那，你呢？我是最幸运的。夫君，外面的风吹得有点冷，我们回屋吧。